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啊，将咱备办心开始今仔早起时的敬拜。请造福。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甲来吟圣诗第2首，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吟全首。请起立，全首。
像咱有关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以本让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朝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信徒的上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来，请坐。高读启文第41篇，详时也是以赛亚书第9章。我来刻，大家来印。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你予因的国家强盛，予因大欢喜。亲像咧收割的欢喜，亲像你毁灭米甸的军队迄日。讲断因肩头的骨，侵略者的军鞋，顾着火的军服，因为有一个婴仔为着咱而出世，伊要负担国籍，贤明的道士，永在天父。伊的主权无强，伊要坐大密的宝座，伊要用公平正义统治。万军的统帅上主一定会这的事以上。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人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宇宙万物。佮照你的上来创造阮人类，互阮通享受你所创造的万物。你知阮人为犯罪堕落，为了要拯救阮，就定着竞选阮，通过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受苦，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来洗清阮所犯的罪，佮赦免阮的辜负，佮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互见若信靠伊的人有新的永远的活命，你也应允阮，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的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呾拢成做新的，通甲你过好，也将这个劝人甲你过好的积分互阮。常时也互阮踮伫基督来成做你的义，你的听甲稳定极大，阮深深感谢你。总是阮伫日常的生活中，要有罪恶本性，受到诱惑，就会做歹，变大行好。有做过失，阮伫遮要诚心悔改认罪，求你赦免阮，怜悯阮。通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流出的宝血，搁一摆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伫基督内面学习顺服，忍受苦难，成圣得到完全。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世界的光，对你的人无伫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求主你帮助阮，逐日行伫你光的内面，一世人来跟对你，服侍你，尊叹你，互阮的大使命，去四围传福音，为主来见证，引带人归向你，来荣光你的名。今仔日圣的主日。阮众兄弟姊妹为你伫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领受你对顶面来的教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活命的饼。你讲，互人活的就是神，肉体都无利益。你所甲阮讲的话，就是神，是活命。阮决志要一世人为主来活，尽忠到死。
这是阮特别为着陈牧师来祈祷，恳求你圣神来充满伊，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来刺激阮的心灵，对待以后无得甲这个世间相关，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互阮会明白什么是你善良、同欢喜、顺全的旨意。阮也为着精神团契来祈祷，求主赐福陈牧师伫感觉所做的圣工，凡事兴盛，结果子多多。但我要将这个圣会完全交托你的圣手，求主你分别做成，圣神充满阮在座每一位。这是我要奉耶稣基督对死国外得胜的尊名，吩咐撒旦离开这个所在，微微搅扰阮逐人的心思意念，互阮团全心致意领受你的真理。今仔日无来的兄弟姊妹，阮也为着因来祈祷，无论伊是出外，也是破面倒伫床里，求主你有缘保守因、看顾因，甲因三家伫咧。这是阮的特别恳求主怜悯阮，帮助阮来消灭目前各国当流行的新型冠状肺炎的病毒，来解除这病毒的危机。求主你施阮全能的手来医治，才得到的病毒的患者紧紧离开这个灾的困难，来恢复阮的健康。主啊，们求你来保守阮逐人的身躯勇健，守护阮逐个平安。愿一切尊贵荣光甲拢归乎你。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三个来看上帝的话，伫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8节，新约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8节。和本的圣经是47页，汉语本的圣经39页。这是我来共读。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亲像伫先知以赛亚的册所记载讲：我找我的使者伫你的面前，来修正你的路。有咧叫伫旷野的，伊的声讲，着避办主的路，修直伊的小路。约翰来伫旷野行洗礼，传悔改的洗礼，互人得到赦罪。通犹太地甲耶路撒冷的证人拢出来招问伊，认因的罪，伫约旦河对伊受洗礼。这个约翰从骆驼门咬下皮带，食草莓甲山野的蜜。伊传讲，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的，对尾我来，就屈落来偷伊的下带，我也袂堪哩。我捌用水甲恁行洗礼。伊要用圣神甲恁洗。以上，阿门。来，这是咱要来赞美，请青年，因要唱的圣诗是耶和华祝福满满，来请。
下面正道，咱要来请特别向牧师，伊今日正道题目是传福音的道路，来请。咱三个阿头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伫新春的日期开始，阮就抱着非常欢喜的心，要来迎接即个新春的礼拜，甲新春阮甲厝里的人三甲组织的欢喜。但是，搁另外一方面，阮也搁抱着惊吓也谨慎的心情来迎接阮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阮互相相见面，却无法度亲像以前会当充满着热情，大家互相来画平安，来互相来握手。今仔日，阮阁为着即个新型的冠状病毒，为着要来无受着感染，阮用手来互相来请安。阮也每一位兄弟也来扎着即个mask 来保护互相。中间即种免去感染的问题，主啊，阮实在是用智慧甲沉淡的心情来迎接今仔日今下早起一个礼拜，也恳求你的神，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地的。阮伫即个防疫的期间，阮互相相体恤，互相来相关怀，互阮每一位兄弟拢会当因为你的神来提醒阮，互阮会当每一个人拢会当平安顺遂。主啊，恳求你继续甲台湾的执政者。三角地的，互伊会当伫即边即个冠状病毒、即个疫情咧摊开的中间，会当适时得到控制。主啊，恳求你赏赐阮的执政者，甲执行的人，每一个人有迄个勇气，甲迄个智慧。主，阮也要为着双时为着2月28。甲29这2天的中间，阮汤教会，阮的中职，阮要三甲伫教会的中间，要来大家同心一意合作，要来举行这个退休甲造就的训练。恳求你，互阮亲自参与伫阮教会的。造就的中间，每一个人拢会当对主耶稣基督遐来的智慧甲恩典，甲迄个新的眼光，看到未来2020年要做的事工。主啊，恳求你的神，也继续教阮桃园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地，阮伫2020年。阮要甲福音的宗旨，毋是要甲它压出去尔。阮也要来，每一个人要来装备家己，训练家己，互家己成做基督的精兵。阮拄着人，嘛向来传讲主耶稣基督你的信仰，你水的信仰也要落地生根。伫阮即个桃园的地区，自阮甲今日早起，阮伫遮敬拜甲侍奉，搁一遍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你来祝福带领，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今日早起
我代表精神团体来到伫咱教会来甲大家来分享我伫精神团体的事工。过去1年久也感谢咱本教会每一位兄弟，你为着精神团体的代祷甲支持，以及奉献12万分的感谢。今日早起的主题是传福音的道路。这个主题伫我内心有迫切的感受，伫迄个中间。咱对经文来看，第1章第1节，伊讲上帝囝耶稣基督福音，这是这个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4字，敢若伫马可福音内底，敢若伫第1章第1节出现。后壁你看到拢是敢若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伊对伫施洗的约翰的后壁边开始来传福音。施洗的约翰，伊是开路先锋，伊先开始伫加利利的旷野，替耶稣修直伊的路，然后除草。甲爬远的路，甲伊做好势。我会记我做基督徒久久，我一直咧想讲，啥耶稣出来传福音，就爱佫头前佫有一个人伫遐带咯。耶稣都伊是上帝的囝，伊就有迄种伊的 power， 伊会当伫伊要去的所在，伊就会当伫遐来传福音。而且真奇怪的一件代志，就是耶稣开始受洗了后，伊差不多初期迄几年，拢伫加利利即个沿海，迄是一个黑暗势力的地区，伫遐传福音。伊就是军队施洗的约翰的路来行，所以我一直到我来伫精神团体服侍了后，我深深体会这段的经文。假设若毋是施洗约翰，伊去做开路先锋，我会记哩我细汉的时，我拢对我妈妈咧听拉里奥收音机啦少年可能毋知影拉里奥就是收音机。听我妈妈真爱听迄歌仔戏，尤其伊真爱听唐太宗李世民迄个四丁山四灵鬼替伊去征东咱讲征东其实就是即摆的高丽韩国的所在，伫遐来征东，伫遐来拍赢迄当时高丽国的即个阅素云，即个大将军真侪人去甲伊拍拢输，但是安怎呢？唐太宗李世民伊亲自来出征，伊挂即个皇帝挂元帅来出征，看到伊的即个先锋即个人是啥物人？那遐勇替伊来拍即个头前的路，就好亲像施洗的约翰，伊先替耶稣来开即个路，两军相接，先锋做头前。施洗约翰做头前，先甲黑暗势力的路先来拍开，修直即个耶稣要行的路。所以施洗约翰伊真谦卑，后壁伊咧讲谦卑的话，就是讲伫约旦河伊共行洗礼，伊所穿着
落刀毛的衣服摇下着即个皮带，然后腹肚内食着草糜甲野蜜来成做伊3顿的基本的生活，非常的刻苦，非常的谦卑。阮即摆做传教者的，甲因实在是袂比。甲即个死世了汉，甲迄阵耶稣的时代，无法度来相提并论。我昨下知影，我有去鼓山教会参加早期萧罗成长老带伊的囝大囝萧铁禄因即家因遮的囡仔，因早期还袂有鼓山教会建立的时，因掠着信仰了后，每一个礼拜日，因爱对鼓山的所在，行路行来到咱桃园教会，来伫遮做礼拜。然后等囡仔较大汉，会当骑脚踏车，因嘛是对鼓山的所在，骑脚踏车骑来到咱桃园教会来礼拜。听伊咧讲个人约类的时，讲到因对信仰的迫切，我听了心情非常的震动。为什么即摆传教者无法度完全像早期的会友遮尔委身伫迄个中间？咱看去死世了汉，伊非常委身伫迄个中间，互耶稣基督后来伫旷野传福音的道路会当非常的顺遂。耶稣伫旷野后壁，伫马可福音咱会当看，伊伫遐讲故事，伫遐讲比喻，伫遐医病赶鬼，一切拢会当真实事。这功劳大一大件，都是死世的约翰的功劳。所以，当我进入敬圣堂契来咧做这个事工的时，我感觉做传教者，就是无论去到倒位拢共款，我就是讲上帝话，讲圣经的话。但是去遐1礼拜、2礼拜、3礼拜了，我渐渐感觉讲，我读3年的新人院，感觉咱遐无够遐。猪头皮一直积一直挤，怎无用？因为下骹的同学甲我讲，牧师你咧讲啥，阮听无啦。你来到阮的场，拢无讲阮的话。你入来这你是白来的。伊甲我挑战，我迄阵心情真惊，因为我迄阵捌来讲要来遮服侍，毋是我的愿意，毋是我心甘情愿来，但是要服侍，人讲头洗落较艰苦牙齿紧咬嘛爱做，但是你甲服侍时，拄着真大的挑战，甲即个读爱伫迄个中间。迄时拄好有一个咱的根生弟兄咱侪人有哪捌伊，叫做咱拢叫伊大华哥。伊主动出现伫敬圣团契办公室，来找我讲，传道，你来我真欢喜，我要对你入来加入来服侍。我心内想讲，你是根生人，你是要讲啥？我心内想我毋敢讲。结果伊讲无要紧，咱明仔载要来桃园的加入的戒毒班，即课我来想，我来讲。结果伊入去，伊讲头前的话，我足好记，足好缘。伊讲伊讲，各位同学，我周龙以前跟你们一样，
都坐在底下，穿拖鞋，跟你们穿同样的衣服，然后吃同样的牢饭。我看我就坐伫个边仔，我就看下骹的反应，大家目睭拢紧起来呢。我想讲奇怪，我讲的是因大家拢无啥物插我，大家拢做伊的代志。但是即个大华哥伊咧讲伊的见证的时，下骹大家目睭安尼金虎虎安尼。我想即个人有上帝的神临在伫个身躯改变的。结果大华哥就讲起伊早前伫监狱的见证，然后伊嘛讲起伊伫监狱安怎做歹牌。歹牌意思就是伫监狱做歹牌意思就是你定定不守规矩，拢互遮的狱方监狱的行政人员甲你处罚。所以伊就讲伊上爱创治恁遮牧师啦。我听伊咧讲，我才知影啥物叫做鸟鼠仔话。伊讲，伊甲迄入去监狱服侍的人甲因讲，逐礼拜去拢甲伊讨圣经啊。伊甲迄个上课的老师甲伊讲，我一礼拜读一本圣经。这个老师讲，你若遮认真，原来就是伊讲迄圣经的纸真水真好，伊甲拆起来，然后甲记起来，创啥？迄叫做鸟鼠仔话，要创啊？要食薰用，因为早前监狱内底袂使食薰，所以因就靠这圣经的纸甲拗的点火，做鸟鼠仔话，这叫做咧食薰。结果伊讲，你无看圣经咧食薰哦？你安尼无采上帝恩典伫迄个中间，我看伊甲大家互动，因为伊讲的话我拢听无，我拢第一摆听，对我来讲是会使讲是一个足神奇的一个语言，所以伫迄个中间，伊出来了甲我讲，团队，讲话毋通较定，敢若想讲圣经迄饭伤粒食袂落啦，补袂完全啦，迄吞袂落，你嘛爱甲煮较莫煮较粒，煮较烂的，爱去找风来米煮，伊就安尼甲我教呢。我感觉讲我好认的去拄着天使一般样，原来传福音毋是戆戆感觉你真对圣经真熟。戆戆一直讲，人就听有。伊将伊个人早前安怎做歹，伊早前下骹的人甲听着讲大华哥尔讲，迄个足歹，迄个较早算安尼去，才敢会安尼去。我才知影讲，人信耶稣了，伊已经正做一个真正，伊甲伊的主权交互主耶稣基督，已经完全降服伫主耶稣基督内底，所以伊有法度讲出，会当互人听了会芳你，听了会啉你，会为伊伫迄中间。所以，我对伊几遍入去监狱的讲道，伫遐分享，其实拢是讲道，就是咧讲伊生活的见证，讲着伊生命，甲伊的行为，甲较早完全无共。伊要甲遐的同学讲一项，伊讲，古早我是安怎的人，我今仔已经变一个甲较早完全180度无共款的行为的人。我今仔会当安尼，今仔日恁在座每一个人，嘛会当安尼，嘛会当拢亲像我，正做一个，恁出来暗时毋惊警察来甲恁临检。我豆豆甲伊
甲伊三角做伙，发觉耶稣基督的香味伫个身上来活出来。然后伊嘛甲我介绍几位的兄弟姊妹，入去家家咧做见证，我就去想到台南新学院有一个院长叫做宋传生，伊去做一个故事神学。这个人毋是一个真水的故事伫迄个中间嘛？因拢是上帝所差派来天煞。假设我若要伫家家的时间做会好势，就是会当去通过因的见证，来成做我生活上我头前，我知影要安甲这个敬圣团、这个敬圣人要安来接触。所以我有真大迄个感动，伫迄个中间开始，我就一直敲吹，伫咱桃园地区，甚至北关市的敬圣兄弟，或者是姊妹，甚至毋是敬圣人，伊本身也食过药啊，解毒有成功的这兄弟姊妹，我拢甲因找来，然后听因的故事，去做故事神学，伫我的生活中间，替因写见证。所以感谢主，差不多1年后了，我2013年来，2014年开始了，我慢慢开始有生理来，有生理，什么款的生理？就是搁遮个伫家的受用人，因出家了叫更生人，开始来办公室来找我，这叫做生理。找我啦，伊讲团导，你毋是叫我来找你，你出来吼，我要爱钱，你有我钱无？我要爱头路，你有头路互我无？我要戒毒，你有种植之家无？哇，系啊！我开始爱去排比遮的工作，爱去想遮的出路。慢慢，我发觉真正用生活上每一人的见证，配合对见证配合经文，进入家家遮的人的心中。本来洗礼每一年的洗礼，拢差不多10个左右，哇，慢慢就跳起来20个、30个，哇！我慢慢看到遮个洗礼人数增加，阮伫精神堂个委员嘛讲，牧师，你遐增加，你有甲因做迄个真道的训练甲培育讲无？但是我有一个感动，就是因遮人来洗礼，洗礼了，迄个回倒转去，伊出家了，搁转去家迄个比例，大降低去啊！哇！因为每一年报名的，遐个资料我拢会甲做迄个个资，我拢会甲做起来。所以哇，一直做甲互因感觉讲，迄个袂使搁有违背着主耶稣基督迄种的问题伫因的中间。所以呢，一直到即个我一直用安尼方式，用见证配合经文的信息，安尼入去内底来做做这方面这方面的信息的分享。所以呢，迄个差不多2、3年前的时，法务部做一个海报。这个海报伊内底有一条，伊讲戒毒班，敢来当做啥物货？做戒毒成功人士分享。无论你是啥物款的教会，你是啥款的宗教，你拢爱去找戒毒成功的人士来分享。桃园港的顶下长讲，
譬如牧师，你这落你的专长，你毋是拢带人入来做见证，就安尼甲我讲，我讲嘿啊，这吼是你是是去甲法务部长邱泰山讲无？我讲无啊，我哪有去甲讲？我也毋捌伊，我干那伫今仔这个时间伫新竹中会，伫咱桃园的地区，才传到这才捌我，无其他人毋捌我。哦，真感动，因为因果然有去看到人的改变，是因为有人伫头前甲因开路，互因知影讲，一个人伊虽然早前犯罪，做真侪歹，伫家内底，一般遮的根生弟兄姐妹，因无认为因有罪，所以我定定会讲一个笑话，讲无罪的所在要倒去找？硬角，假角的人伊袂认罪，因为伊若认罪悔改，会被啥？被法官、被检察官甲伊起诉，然后甲伊判较重的罪，所以因会否认伊有罪。你问我讲，无倒一个所在有罪？我讲你来阮教会，你来教会，你出教了来教会，你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是怎啊祈祷？主啊，请你赦免阮的罪。阮每一个人拢是有罪人，求主你来怜悯阮。所以经过对这段的经文，我有一个真大的感受，因为这段的经文，伊正做我头前的施洗约翰，我会当亲像施洗约翰伫后壁，我用信仰头前遮的遮的根生弟兄姐妹，因用因的见证来起造因的生命故事，伫迄个中间甲因分享。各位兄姐，我相信咱每一位，咱信耶稣拢久久，可能咱嘛捌曾经拄着困难，什么困难？当有人要知影咱是基督徒的时，请问你捌甲你的厝边、甲你的好朋友分享耶稣宗教、基督宗教的信仰？我相信你个人的见证，就是传福音上介好的一个上介好的一个道路。因为你的见证是你生命的见证，是你行为表现的见证。因为你的生命甲你的行为，你已经活出耶稣基督的信仰。虽然你对圣经有时可能无真认真来读，但是你只要将你的信仰甲行为表现伫真实表现伫你的四周的中间，我相信有侪你的好朋友，有侪你的亲朋亲情，会当欣赏你、对你来伫教会来行信仰的道路。我相信一个根生弟兄，伊愿意甲伊早前无事甲伊讲出来时，我相信，当你的朋友看到你早前的行为，甲即摆的行为哪会变差侪时，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因为你的信仰甲你的行为，拢会影响你的厝面头尾，甲你四周围的人。我相信2020，这是一个
化为时代的一个时间。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像我今年已经60超过，咱每一个人拢有迄个使命，嘛有迄个准备，就是即世人到上帝接咱转去以前，咱至少爱准备心，甲几个人来甲伊传福音，互伊会当成做基督的信徒，会当互咱的好朋友甲咱共款行天国的路，以后日后会当伫天国的所在，甲伊伫遐相见面。咱三个阿头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伫新春开始，2020年即个新的年开始的时，阮要来下阮心内的愿，愿咱的国家，愿台湾即个岛屿会当因为你的神会当脱离即个恶当当的即个冠状病毒的即个灾厄，帮助阮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伫2020年，阮除了会当做侪社会公益的事，阮也会当将传福音成做阮首要的目标。阮忧闷世界，侪人还佫行袂路，阮的亲朋好友也侪人还伫偶像敬拜的中间，主啊，恳求因倒转来伫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阮家己本身首先就要先装备家己，甲家己好的见证，分享互阮的厝边头尾亲朋好友，来互因了解信耶稣基督是遐尔水的一个信仰。即个头前的路，会当互因得到永生的道路，是通过阮本身好的行为、好的见证、好的生命伫迄个中间来影响。主啊，恳求你来施恩赐福，伫阮桃园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阮伫新的年头，阮有新的使命伫即个中间，愿你施恩赐福。阮每一个人心内的使命，阮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煞遮咱们继续来吟圣诗，圣诗第374首，圣诗374首，听见救主出声的咧叫。请起立，念全首。传龙。
下切我切我，请坐，下面来奉献。咱来请赵美珠姊妹、赵美珠执事甲邝明伟执事来出现。会众起立来念奉献的诗。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报告大声，请咱读今仔日的经部。我读一遍，大家对我读两遍。着未办主的路，修得伊的小路。马可福音1章第30，来请。着未办主的路，修得伊的小路。马可福音1章第30。着未办主的路，修得伊的小路。马可福音1章第30，请咱掀开旧报。第一页，消息报告。本主日为了敬诚团契甲奉献的主日，咱特别欢迎陈柏祥牧师伊来教会来分享，请咱大家为敬诚团契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好，请大家拍鼓啊！多谢。2月份的特会中执长老是陈维民长老，执事是罗建业，1摆6个，但数间是礼拜日执事。后主日要举行圣礼典圣餐，请兄弟备办心。后礼拜中昼12点半，伫701会议室要召开关怀部会议，请部员出席参会。后主日的下午1点，伫701会议室要召开2月份定期的点集会，请中执来出席参会。会后咱继续要来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教会消息：教会用要维护新型的冠状病毒预防的消息，咱教会有特别有下面几项的措施，请咱大家来配合。头一项，咱请咱拢对1楼来出入，对地下室起来停车起来的人，嘛请你到1楼，伫迄个所在有同工为你来帮体温，手来消毒。第二项，中昼爱餐拢暂停，2月份拢暂停，3月份4月要恢复，咱则来观察。2月23号会教会提供便当。第三项，
进入教会的时阵，请咱备办即个 mask 口罩。礼拜中专程来戴爱挂即个口罩。平安礼，请咱毋免用即个握手的来代替。身躯若无爽快，亲像即个发烧，还是有嗽的，还是脑喉疼的，还是对即个疫区拄转来的，请咱伫厝诶来通过即个 YouTube 来看即个桃园教会主日礼拜录影。即个防疫嘅期间请咱大家随时来注意即个健康，愿主来保守疫情来早日来控制解除。第二项，2月23是教会好会。2场来合并，伫9点半开始，请咱会友来踊跃参加。9点半开始，好会。第三项，教育部立学金的审查委员会对今仔日开始来接受108年第一学期的立学金的申请，到即个3月初中昼12点为止。要申请的同学，请你在即个顶面的时间内。摕即个教会学校的成绩单的影本，申请表，甲刷卡的记录，甲复习表，是即个周报来交予各班的老师、主任，是团契辅导伫6楼的办公室。立学金申请的办法，请咱来看4楼公告栏。2020年的即个中级退休会时间是2月28甲29，拜5甲拜6，地点伫咱本教会。请咱身躯人的中级，甲这干部、首长，咱大家做伙来参与来做酒。请中级来办公室来领这个册灵修的册。教界消息，2020年的中级联谊会迎新时间是2月10号，拜6早起9点半到下晡4点，地点是太阳教会。报名费1人100块，请咱踊跃来参加。相关的消息，请咱参考1楼甲4楼的公告栏。其他的消息，咱的图书合作社伫即个2月9中昼12点，伫101的会议室要召开合作社理监事会，请理监事来出席。这是要特别报告的，咱即个小组对本礼拜开始，即个小组拢暂停。为了即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咱避免互相感染，所以咱即个小组拢暂停，到即个月底，才搁看即疫情的情形，才来搁宣布。即具体消息，咱特别是所敬听的萧条选兄弟伫即个昨暗9点半，即个网出文调，就是萧淑华的爸爸，请咱大家为这为主来关心，为因来代祷。2月份，咱即摆要来举行庆生会，我这个读这名单若有读到来伫台前来接受大家祝福。若是无伫名单来嘛，袂要紧，你2月出生的这属师嘛，欢迎你来台前。谢满玉、田文玉、江泰书、吴桂兰、吴丽玲、宋水泉、宋玉英、陈永春、李茂成、孟桂英、林小莹、徐丽凤、李玉盆、曾怡薇、曾怡兴、尤允珍、尤俊祥、黄文光、黄玉文、黄慈辉、黄维斌、杨安安、叶嘉瑜、刘子颂、刘明杰、刘俊法、刘俊龙、潘秀义、肖慈明、谢明俊、张美惠、陈世云、王秀燕、邓碧玉、邓亚忠、陈立安、曾清水。咱叫着名的，请你来台前接受祝福。无叫着名，你嘛2月受生，你嘛来台前。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向上帝，上帝，阮感谢你。
们，咱讲一摆讲生日快乐，啊，祝福你生日快乐，你生日快乐。好，请回座。下面我继续来报告，请咱来看就无第二页。下周的厨房的遮表的吼有名单的，请咱大家别烦心。丁州的聚会情形，请咱家己来看。教育部的课程，主日学的聚会情形，请咱大家来看。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受操周。继续第3页，周间的聚会，请咱大家来看这个表。小组的聚会是暂停。关于咱每一个人的这个奉献的明细，甲这个大道的事项，请咱看后壁，咱礼拜外口遐个这个公告栏顶悬的公告的事项，请咱大家参考。以上简单我来报告，咱即时要来请校长老来做补充的报告，介绍新来的朋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个时阵讲到平安，咱特别心内有特别的感受上帝保守，互咱伫即个过年期间，今仔日阁会当来到咱即个遮来三甲敬拜上帝真正是上帝保守，上帝恩典，互咱伫遮阁一摆来见面。今仔日特别感谢即个敬星团契奉献主任车肯陈牧师。来到咱中间三甲来分享，行即个传福音的道路，阮搁一摆献上感谢，来，拍鼓啊！第2点即个算配合咱即个中央防疫情啦虽然大家戴即个口罩、量体温，啥物安怎真侪无方便的所在。但是咱嘛是大家为着即个安全的问题莫讲去像讲有个人规个城拢封起来，规个厝拢封起来，这嘛真毋好啦所以大家三甲做伙，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来照即个教会所用的规则来遮来聚会。这一项第2项就是讲，若像教会小组虽然有讲暂时暂停，总是老需要关心，嘛是拢爱联络，随时保持联络，毋是讲逐项拢全停去，无安尼意思。若有探访电话关怀也是讲即摆有一寡NINE会当亲自通讯来互相祈祷，拢会使。教会运作内心拢相共只不过形式上人甲人的中间接触是尽量避免安尼，咱拢毋知影即个迄个疫情的情，咱毋知影，所以尽量当避免，咱就尽量避免。今仔日毋知有新来的会友无介绍着无？无咱多谢咱各位身体大家健康多谢。下面咱来上映第400首，上映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上映煞，咱请陈牧师来为咱祝祷。来，请咱起立念全首。主的爱。
来领受对上帝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地的，对即时到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乐，别倒。行平安礼，免握手吼，请咱大家起立。好，耶稣听你，愿你平安。